主任，點解有啲假牙仲貴過種牙啊？我應唔應該同佢講，假牙平係平喺開頭，但長遠計就未必真係平。傳統活動，假牙靠金屬勾實隔離，指牙先穩陣。用耐咗個勾會磨蝕隔離啲牙，跳牙縫越嚟越大，咀嚼亦都會越嚟越唔舒服。等到隔離指牙被磨鬆，要補要整，啲錢就會一步步加上去。至於固定牙橋呢，表面好似平過種牙，但問題係為咗整橋，你要磨走兩邊本來健康嘅牙齒。呢幾隻被磨細嘅牙，10幾年落嚟好易敏感發炎。萬一要通牙根，重新做牙冠，加埋嘅費用，好多時仲貴過種牙。所以唔係話假牙唔好，而係佢要靠隔離之牙，犧牲先維持到功能。種牙就係自立門戶，唔使傷到旁邊啲牙，用得耐又容易打理，長遠反而更省事。如果隔離指牙本身健康，冇蛀又冇大修補過，種牙多數係更長遠、更划算嘅選擇。算啦，我仲係直接同佢講清楚啦。